中意迪士尼郵輪嘅朋友仔，準備迎接2029年超重磅嘅一年啦！因為迪士尼要打破紀錄，同一年一口氣推出3艘全新郵輪。原本計劃分別喺2029年、30年、31年陸續落水嘅3艘全新大型郵輪，而家全部提前交付啦。2艘喺2029年交付，第3艘亦都提前到2030年。其中一艘全新 Wish Class 郵輪可以容納大約4000名乘客。2029年會以東京周邊港口為母港，全年運營日本航線，主打2到4晚嘅短途航程，直頭可以話係可上東京迪士尼啊！呢一艘船呢係專門為日本市場量身打造嘅，好多設施都會做本地化調整，象徵住迪士尼郵輪正式進駐日本市場。另外2艘全新嘅大型郵輪，具體細節呢仲未對外公佈，預計載客量大約3000人。從2024年淨係得5艘船運營，到2031年擴充到13艘嘅船隊，短短6年呢新增咗5艘新船啦，打破咗一直以嚟10年磨一船嘅慣例，船隊規模直接翻倍。迪士尼郵輪正喺度書寫緊屬於自己嘅新歷史，你準備好登上迪士尼新船體驗未啊？